红颜，为何私闯天府呢？见过鬼才呀！首先，相府罗铺木列生，出家鬼义三宝，跟随师尊传法修行。今日报了师尊之命，贴来拜见阎君，此件何法啊？原来如此啊！鬼才呀，来在此处，四面无安，想爱强问了你，俩系嘛该所在呢？两位在天府，该鬼门关阴阳界，四年时候必定取此题经过你看。前去千不万，一去千万里，时候何处无？上图鬼门关，时候何处无？上图鬼门关。中作福，爱此修，身心惭愧呀多处。目连尊者，而家咩来讲？爱情爱你哋嘅严君太严啊！鬼才呀，冇唔错噶。繼續日日聽下入來去，冇對你阿位丟了咯。哎呦，就麻煩鬼才讓你帶路。來去吧。請問鬼才呀，列位又係嘛該所在呢？此為壓江台，壓江台，兩壓江台，名江高前，朝人一世，山岳高步啊！山岳高步。压江台呀前呐，江高啊远呐，走走啊快呀！
前错啊呀吧，走遍那地呀，发红红呀钱呐，来盼那兴啊。人才生前作业，讲台前一朝变地，那是作恶作坏，下天狱就永不翻身啊！永不翻身。你看。贵才呀，请问两位又是嘛该所菜嘞？此乃最血耻，凡人菜色，不论男女，无行挣脱，都贪酒食财气，事后就发罪此中诉苦啊！血是。虽有彩色错也多，不朽此生娘弥陀，但就是娘公婆。不好父母来为天送，良心做事命由天。此之中，来诉傲见。看了些次吹犯，全主是勇敢不输之人。人莫尊重三强四德，今后公婆，男子犯罪好风流，不顾父母，连累家人。有钱之人唔肯救苦济贫，又托系上不带来，死后甚严呐！就算有家财万贯，也难同了有名替补。不如材料用剑，做到功德，善哉善哉。贵才呀，请问你啊，又系嘛个蔬菜嘞？此乃
六土轮回之所啊！六土轮回之所。不错，你谈得。所谓六土，分为三山土、天土、阿修罗土，还有人土。那三恶土嘞，畜生、恶鬼、天狱等六土。哦，所谓轮回，像佛轮，一切众生都梦都有，该从六土之中轮回不息。那是做善业就得乐报，你那做苦业就会得苦报啊！轮回么？那讲嘅三恶土、天狱土，恶人所苦痛之处，天狱有8年8寒之苦，在六土之中，这天狱土就是所苦最为可怕的烟黑咯。六土轮回，三恶天恶土么？会是天我们嘛？天我们错，一个万千之人就做到了一位投胎转世，啊，不过有5等之人，一等怨天怨地，大人马有；2等之人不孝父母，无养尊长；3等之人是人병火，劫财害命；4等之人奸人欺误，破人的婚姻；5等之人开婚破戒，不敬三宝。哦，那俩5等人啊，嘿嘿，大日天狱永不翻身呐！开婚破戒，不敬三宝。
用枪高鬼才呀，第八度可有一个刘氏嘞，嘿唔嘿？吩咐刘氏强皮呀，有母亲，俺的母亲的两位母亲啊！王会长，原来你擅长欺负，你就为了救母而来嘛？像鬼才呀，像你勇气，我爱给俺的勇气一面呐！两路欺负，欺人不义人来，快快离开呀！你不义，我一看我见到我的勇气，我见到我的勇气，我是不离开的。孩子，后面相见，你竟然不谈，就怪我不用心啊！